带去读唐诗。泊秦淮，作者杜牧。诗篇：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秋家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结江犹唱后庭花。简介：这首是杜牧暗写晓伫秦淮，触景生情，感叹所写。含义朝廷内有宦官当道，平党斗争；外有叛臣用兵自重，警告外族入侵，令伊忧心自焚。但是对诗的角度来分析呢，头一句就不同凡响，用烟、水、月、沙，和两字拢和谐来用了在一处，为成一幅非常淡雅水边的夜色。伊是迄种的柔和柔情，搁在温含微微浮动的意态。笔是遐尼正清淡，也毋过微茫沉寂，搁是遐尼正沉着。第二句看起来真平凡，也毋过布局却是非常的关键。由于夜泊秦淮，所以才近秋家，也为顶一句的景色点出时间、地点甲个时地。因为近秋家才来引出商女亡国恨、后庭花等等的铺排，拢是这一句，使诗境呢好像江河之水，绵绵而出，滔滔不绝。这七字句呢，承上启下，网罗归篇，可见作者细密精彩故事。商女呢，就是专门伫侍候他人的歌女，因咧唱什么歌，应该是由听的人来做决定，所以真正不知亡国恨呢，应该是厝上宾的王公贵族富豪士绅。玉庭花都是陈后主精心所来谱曲，玉书后庭花，也就是因为这种恢恢之音，才使陈调呢寿终正寝。其他的国色衰微，反倒当来用这款亡国之音来寻欢作乐，全不令人担心历史重演的温柔力。规首诗寓情有景，意境悲凉，感情深沉之含蓄，语言正当之水灵。所以呢，历来被称是英古诗的绝唱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